继续来讲这个芭蕉营养价值真悬。一般的这个芭蕉一年只有一届的采收期，也毋过台东的店边有一个芭蕉的农民种芭蕉的方式真特别，所以一年四季拢会当收成，甚至一礼拜会当收2届。加上是有机的芭蕉，一年的产值是高达200万。切它会折下来，就这个高度，我们人就可以抓到。蕉农已经熟练操这芭蕉树几刀了后，这规罐芭蕉都对树仔顶堆落来，刷来到拿刀仔来刮。一罐一罐芭蕉甲伊分好势，台东特边乡这休闲农场所种的果树45种，不过上特别的就是芭蕉。有机通路上他们不会要求说外观现在因为整个产量多了，他们就会要求。完全无全农药，加上使用有机肥料，就连鸟仔拢会来遮做收。若是强调有机的方式种芭蕉，上爱特别的是高峰内，规年当拢芭蕉会当采收。会从头部这边。传统的芭蕉嘛是正式的关刀共款，连采收期嘛是一冬只有一季收成，加上受到天气影响，芭蕉的价销波动真大。蕉农讲，这种芭蕉亲像搬筊，不过台东旁边的芭蕉嘛一礼拜会当收成2届，规年当拢会当采收，相对蕉农风险嘛分散去。不是我们种，它就让它长参差不齐，所以我们整年都有芭蕉可以采收，就是分散在不同时间里面了，不会说一下子采一大堆市场也没有那么大。不过种无济种植方式，好处是规年冬拢有收成，但是相对是一冬四季拢爱采收，这人力成本嘛较高。虽然冬天因为天候关系量会比较少，但是还是会有产量。几乎像现在夏天每一个礼拜的产量大概800-900公斤。这个所在种芭蕉树的面积有将近3公顷，有机的栽培方式，或这的芭蕉咧收购的价销比一般的芭蕉是悬1倍，一冬的产值大约200万，还佫会使将这熟的芭蕉做成芭蕉干，增加收入。若是互民众四季拢会当食到芭蕉，嘛为蕉农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。